喂，好，大家好啊！嗱，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咧呢一部由 Casus 最新發表嘅一部線性供電咧 P9 嘅。嗱，呢一部咧最新嘅線性供電啦，咁其實就係由上一代 P8 嘅基礎之下啦，咁啊作出非常之多嘅重大嘅升級啦。嗱，其實當初咧，我收到廠方啦公佈嘅規格之後咧，咁其實咧我都直情係俾佢嚇咗一跳嘅。點解咧？咁樣其實新嘅呢一部嘅 P9 啦，咁啊有觀察到就係話，無論喺佢嘅輸出嘅火力上邊啦，同埋加入一啲新嘅玩樂嘅元素落去啊，咁其實令到咧呢一部LPS 咧真係可以話係達到一個咧超晒班嘅水平。咁如果啦咁啊正值你係想升級而家用緊嘅 LPS 啊，咁啊或者係仲用緊咧而家跟機嘅電子火牛，但係希望喺聽數碼音樂上邊嘅音質有大幅度嘅提升嘅話啦嚇，咁你今日咧就一定要留意咧呢一條片嘅內容啦。咁我哋馬上去片。嗱，首先咁講下呢一部 P9 啊，其實喺各方面嘅升級到底有幾強勁先啦。Casus 咧其實最初咧其實都係生產呢啲線性供電嘅產品起家㗎啦。咁其實咧為咗減少器材與器材之間嘅互相干擾啊，咁其實咧一直Casus 嘅 LPS 無論輸出係幾多個 output 都好啊，都係秉持住一個重要嘅原則咧，就係話咧每一個輸出口咧都係需要咧獨立嘅供電嘅。而今次咧最新推出呢一部嘅 P9 啊，咁啊同樣咧都唔例外啦。咁佢兩個嘅輸出啦，其實都係擁有一個獨立自己嘅一個獨立嘅整流啦、獨立嘅穩壓啦、獨立嘅濾波啦等等啦嚇，咁樣咧先至係可以做到咧徹底杜絕咧電子嘅雜訊互相干擾影響嘅問題嘅。咁另外咧，其實 Casus 另一個主要嘅業務啊，咁其實就係幫好多啦發燒音響生產商啦嚇，咁啊 OEM 製作佢裏邊嘅器材裏邊嘅一隻火牛啦。其實大家都知啦，咁啊器材裏邊嘅火牛嘅重要程度就好似咧汽車嘅引擎一樣咁重要嘅。今次咧 Casus 廠方咧其實特登咧專門炮製咗一隻咧頂級嘅橫牛咧，就俾 P9 裏邊使用嘅。咁其實根據廠方嘅資料啊，咁其實呢一隻火牛咧係採用咧一款高純度嘅OFC 嘅黃銅嚟到繞製啦。咁利用咧高純度嘅 OFC 黃銅咧，其實係可以帶來咧更加豐潤同埋更加有音樂感嘅音色啦。而且咧 P9 最新呢一隻嘅火牛咧係擁有更好嘅震動抑制啦，同埋長時間使用之下咧都可以保持到絕佳嘅輸出功率啦，同埋穩定性嘅。咁大家都知啦，咁我哋有陣時其實買部 LPS 都係會供電俾譬如 router 或者係 switch 用噶嘛。咁其實呢兩件嘅周邊產品咧，基本上真係24小時都係唔會熄機噶嘛，年終無休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呢一部 LPS 嗰種嘅穩定程度同埋個安全程度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啦，咁講完硬體嘅嘢啦，咁不如講下佢輸出嘅規格啦，咁到底有幾強勁啦嚇。咁其實今次咧呢一部嘅 P9 啊，其實同上一代嘅 P8 其中一個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咧 P9 咧其實係有多個咧可調嘅電壓輸出嘅。嗱 P9 咧其實佢主要嘅輸出咧就分為兩個鬆啦，咁其中咧喺鬆溫嚟講咧其實就係屬於一個咧低電壓嘅輸出嘅。咁佢足足係可以支援到咧5伏啦、7伏啦、9伏啦、12伏啦，咁呢4個電壓咁多嘅。而另外啦，鬆 2呢個位置咧，更加係可以支援到咧12伏啦、15伏啦、19伏同埋24伏啦。咁啊，呢7個電壓嚟講咧，基本上咁係可以咧，已經係可以涵蓋晒而家數碼音樂嘅串流器材啦。咁同埋佢嘅周邊產品嘅大部分需要嘅，咁啊真係可以話係一機咧就走天涯嘅。好啊，咁另外咧，佢嘅輸出電流方面咧就更加嚇人嘅。咁其實廠方咧留意到，其實就最近嘅一啲周邊嘅器材，其實真係越嚟越大食嘅。咁啊，最簡單嘅一個例子啦，咁譬如話而家我哋好多用嘅 router， 其實好多 router 咧好多時候其實就需要咧真係穿牆過壁嘅。咁其實就需要咧好大嘅電流、好大嘅功率咧嚟到推動。咁啊，另外仲有 room core 啦，亦都係越嚟越大食啦。仲有 NAS 啦咁樣。咁其實而家部普通，譬如4杯嘅 NAS 啦，閒地咧都係需要咧去到6A 咁高嘅電流咧，先係可以咧推動到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啦嚇，一般我哋用嘅線性供電啦，有陣時好多都係輸出得嗰2-3A嚟講咧，根本其實係餵唔到咧呢一大紮嘅器材。好啊，咁啊最新呢一部嘅 P9 咧，咁佢嘅輸出嚟講啦，鬆溫啦係可以達到咧5A 咁高，而鬆 2咧就更加嚇人喎。鬆 2嚟講咧，仲可以達到咧7A 咁高嘅電流輸出嘅。咁啊呢一個輸出嘅規格啦，咁其實我曾經咧亦都係揾過市面上同級嘅對手產品嚟講咧，基本上應該係無人能及噶啦。
另外啦，其實呢一部 P9啊，喺一啲細眉細眼嘅地方啦，其實都作出咗好多重要嘅升級啦。大家可以留意下機背後邊嗰兩個 DC 嘅 Output Jack 上邊啦。咁其實 Casus 特登係訂製咗一款啦，咁非常之罕有少見嘅發燒級鍍金嘅 DC Jack 嚟到俾 P9 使用嘅。由於咧表面上鍍上金嘅關係啊，咁其實可以咧大大咁防止咗咧氧化問題之外咧，咁鍍金嘅接觸面積咧嘅阻抗咧，亦都係減到最低嘅，咁令到電流嘅傳送咧係更加穩定嘅。好啊，咁另外啦，咁其實大家都知啦，玩地盒基本上啦，咁已經係變成咗而家啦好多發燒友屋企嘅一件必然嘅配件嘅。廠方咧其實特登咧係為 P9咧設計咗一個咧接地嘅端子咧，係專門係可以咧將 P9咧連接晒咧咁而家主流嘅一啲地盒嘅產品啦嚇。咁其實更加咧係可以將 P9嘅音色啦，咁同埋佢背景嗰種嘅寧靜度咧推至咧另一個新嘅境界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 P9仲有個位置嘅升級咧，你可能咧肉眼都未必察覺到嘅。咁但係咧，佢對嘅聲音嘅影響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就係咧，當你打開個面蓋之後咧，咁咧 P9後邊嘅嗰個 AC 嘅 Inlet 咧，連接翻咧 P9 主機板咧中間咧呢一條嘅接線。廠方咧其實首次咧就採用咗咧單晶嘅純銀啦嚟到連接嘅。咁主要咧係希望想做到一個特別嘅校聲啦。咁採用咧單晶純銀嘅接線咧，係可以令到 P9 出嚟嘅聲音咧擁有更強嘅空氣感啦。咁同埋擁有更高嘅高音嗰種嘅延伸度嘅。最近啦，我都有同 Casus 嘅 CEO 啊 Ronald 傾過偈嘅。咁其實根據 Ronald 所講啦，最新嘅佢哋呢一部嘅 P9其實唔單止係一部咧線性供電咁簡單嘅。咁隨住咧用家咧對於數碼嘅串流音樂器材同埋佢哋嘅周邊產品嘅要求咧越嚟越高啦。其實只有係透過咧使用更發燒、更高級嘅零件啦，更強嘅輸出規格啦，更廣闊嘅兼容性同埋玩樂性啦。咁佢哋咧好有信心咧，最新呢一部嘅 P9咧絕對係可以成為而家咧線性供電嘅最新標準嘅，同時間咧亦都係可以咧符合到你對於線性供電嘅最高要求嘅。今日嘅分享啦，去到呢度啊，咁記得 like 啦、comment 啦，介紹多啲朋友咧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咁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